年母。四个咧走做出来，咱马上甲创掉。我答应甲你私底下见面，最主要是要互你有一个自首的机会。我希望莫以错再错。但我哪有啥物错啦？你若莫甲我讲出来，我就无代志啊。无同啊，毕竟讲掠去遐个人拢已经将你讲出来，你是要安怎走？你也是去自首，莫去互你阿妈规工吵吵闹闹伫烦顺昌，你敢知伊真为难？袂用是啦，我明天去坐家啦。你明天我啦，报道，你是要走倒？报道，顺昌，报道，人家，报道。你安尼是错事啊！我安尼做嘛是为你好个啊！假使你若亲手将报道掠起来，你敢知阿妈会安怎对待你？而且我感觉会出来，你妈妈甲文才姐啊，还佫有感情伫个，敢讲你无想要互因嫁袂一天？要毋过，我证明迄放报道方法无爱去掠伊啊！你莫去掠伊，互别人去掠伊，那你就袂为难啊！吴总，你要走倒？我无应该代志，请问哪个侮辱我咧？因两个毋是去接你是是？因也较好咧，我俩总讲因会出面，结果拢无出面啦，害我差一点仔去互顺昌仔掠去。若毋是讲金大来甲顺昌仔掠掉的，早我咧用关啊！我若咧用关哦，你也无好日子样过啦。走！吴总，你走。要开顺昌仔是你的计划，谁人你都无出面，照计划行事啊？无不用啊！那恁是咧变啥物？哪会变甲安尼啊？我嘛毋知影，我代志会变安尼。阮一直咧甲监视啊，但是吼，伊甲顺昌也无起上棍啦，啊，结果伊就走，阮对伊后壁走上来。你讲啥物笑话？顺昌仔要了我当然爱走啊！啊，恁头仔尾拢伫遐监视，恁是爱无出面刣？吼，我知影，当时啊恁设计好的要陷害我，对无？对无？哈！啊无你啦！放开！走！你打走！阿母，快点起！这是什么咯？豺狼，你豺狼，安尼啊？对，我，阿母啊！我来提。阿母，你要创啊？阿母！你这气死你啊！你是食啥物唔对呀？你甲伊杀人，你哭，你先哭，我甲你拍你啦！我讲过啊，我毋是调工的，我是为了自卫，是迄个杜大贵，叫他才是陷害我的啦。陷害你，伊啥唔陷害别人？你家己行为不正，伊才陷害你啦。像你前出事到大汉，唔捌做一件对的代志，见做就是错误。你敢甲伊杀人？对啦，伫你眼中，我永远就是唔对的啦。这我承认啦，我唔着出世伫好家，早你好阮才会囝啦。你家来拍我，骂我啦，你敢要了解我，敢要关心我？我知影，这拢是因为你来怨恨阮老母啦。你讲这啥物话？你大汉人就对啦，是讲话大啦，要用这种话对我讲话你。好啊啦，这摆唔是冤家的时阵啦。来，快紧，你这钱你摕去，走愈远愈好，千万唔通互警察抓到了。快紧。别去！你袂当叫报道走，伊袂当一错再错，伊今仔犯案就是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无论安怎，我今日一定要亲手将伊带来派出所自首。无用你啦，你来去，互伊坐监，你要哪会好教都无香烟啊！我都啉酒啦。早知影安尼，何必当初？规日叫顺昌甲掠去，唔要回去杀人，变成今这种地步，无法度受受。对，顺昌啊！你去求求主，
叫村主斗相共，叫伊顺将莫掠咱宝洞啊！吼吼。杀人都爱赔命，什么人都无法度救。自作孽是不可活，伊今日是罪有应得，爱去惩戒。阿爸，你竟然要掠我去用乖哦！你已经无承认讲我是你的囝，下日甲我断绝关系，也毋过你袂去强迫我去自首的。我即马才了解，阮老母当年的痛苦，当时啊做你的母囝，拢是遐尔的痛苦。你们站队！什么时阵？你还想要走去倒去？宝洞，你是我的亲生囝，敢讲我愿意目睭天天看好，该掠伊归去？有啦，对。宝洞啊，查甫人爱有担当，做啥物代志面对现实。你过来。回来，你莫走！你回去啊！我你过来！宝洞，我知影，人，我教你。回去啦！你回娘阮孙啊！别讲阮孙啊！他放回来！你来，回来，宝洞！阿母，你回去啦，阿母，阿母，你哪放回来？阿母，你回去，你莫，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妒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何宝洞，恁老爸交恁担仔来看过你几啊摆咯？无爱记啦。哪无看宝洞啊？警察先生，啊，阮孙嘞，哈？啊，阮孙嘞？哦，喂，真实的吼，何宝洞吼，无要见任何人的。哈？无要见阮哦？无可能啦！我是严啊，我上听伊啦。警察先生，伊无可能怀疑我啦，拜托你去带来啦。无安尼啦。警察先生啊！阿母，宝洞无爱见人，无定着伊即摆当咧反省，检讨伊家己，为较冷静小想一下嘛好。想啥？想讲做老爸出卖伊，啊？也家己安尼送个警察头前叫伊掠来这老妈来拐啦。我是这款代志，大家心情拢无好，我知嘛是真痛心。阮好家代志免你管，拢嘛是你个恶狗家囝，啊，拢是你啦。哦，教顺昌啊来掠阮宝洞啊，要若无阮宝洞也袂互拐。母，自从宝洞来入监了后，人邱主嘛是真伤心。无哪会陪咱来遮要看宝洞？你毋通安一直要怪伊，那安尼真无公平呢。我无怪要怪啥人，啊，饲甲遐囝都真熬啦。哦，一个美容啊来怪咱宝洞的感情啦，啊，一个顺昌啊做警察啦，哦，哭哭遐，就要掠宝洞啊来拐啦。那无那今仔就变成安尼。啊，今日变成安尼，这完全是宝洞家己造成，一手造成，这袂当怪别人啊。你做啥物老爸啊？后者做老爸安尼笑，啊，拢无咧听囝，开喙啊求主，合喙啊求主，伊是你啥人？伊已经哦，互咱好家离缘的人啦，甲咱好家吼拢无牵连、无情分地的啦。宝洞，你紧咬出来啦，宝洞！阿妈就想你咧，好紧的啦，宝洞。
即摆是走倒位？你敢知影？自从你离开厝内面了后，规间厝内面的人，大家拢失去以前的快乐。你敢真是要想人？要想厝内面的人？阿母啊，阿母啊，阿母啊！啊，恁两个是连体婴上，裤头搁较小连，啊，每天哦安尼出出入入，恁两个是阿妈某上？老师，你哪会安尼讲话？歹势，目屎这些，我就是看袂惯势啦。今段哦，抢美华男朋友，害美华离家出走。阿母哦，即摆若想着美华哦，就头壳咧哭啦。这拢是你害的呢。美玉今仔离家出走，甲警团一点仔关系都无，你要哪能去怪？伊是因为报道。师长，好啊，莫搁提起这件代志。我知啦，你个即摆气嫌美华啦。啊，美华虽然祝福恁两个哦，啊，你敢知影？美华爱的是恁是哦。你敢知影？伊即摆是偌艰苦、偌痛苦，你知影？你莫要讲，我甲美玉已经过去了。警团，遐坐。啊，你当然无想要讲哦。你即摆甲警团遐尼好，你对不起美玉啦。可袂顶哦，将美玉放互过去的。你莫搁怪啊，要怪我好啊。莫伊搁责备顺昌啊，其实伊心肝内甲你共款，真艰苦伫。歹势，目屎七七的，这毋是工厂，我毋免听你的命令啦。老师，老师，啊，阿母啊，你安尼是咧讲警团是袂公平的。你又惊你，要来承担警团，阿母知影，伊一定是经过详细考虑，一定是有家己的道理。阿母，拢是我毋好，真实的。你莫安尼先讲，阿母知影，你是一个真明白事理的查某囡仔，你也捌压制你家己的感情，甚至你想要离开顺昌。我，来，你今日吼，甲顺昌的感情会当发展到这款的地步，我也无啥物理由搁再反对。假使讲，阮顺昌若是有这款的福气，我嘛足欢喜讲，我有这款的媳妇。多谢安。啊，阿母啊，啊，你要互因两个人结婚咯？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啊是要叫伊金团，啊是要叫伊大嫂？啊，搁有迄个什么金团大嫂？我无法度啦，阿母，我歹睬你，我要入来，我要入来。老师，老师，你遐做，咱老师的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影，过两工啊，伊就知影安怎叫。最近来哦，伊为着美玉甲宝堂的代志，嘛是安尼气甲要死。哎，讲到宝堂哦，今日我甲恁文在职啊，本来要去甲伊会面的，啊伊阁毋敢见面，哪像内底甲啥物人斗气？顺昌，宝堂啊，杀死人是毋是会判死刑？根据阮所有的资料，宝堂是因为要自卫，所以讲所有的证据拢对伊拢真有利。那安尼就好。哎呀，讲到这个大大官哦，心肝实在有够浓度啦。宝堂嘛实在足戆的，哪会甲这款人咧斗阵？阮警方即摆嘛拢在调查大大贵所有不法的行为，伊拢是以一寡合法的代志，伫咧暗号不法的代志。当阮警方若掠着证据了后，阮一定会将伊掠起来。对啊，这款人早就好甲掠起来。喂，
吼，你稍等一下吼，顺昌你的电话。喂，我顺昌。啊？消息敢有可靠？我马上赶到位。妈，金段，我有任务，你免等我食饭。顺昌，顺昌，顺昌，你较细当关呢？做警察就是安尼啦，一通电话来吼，随时都爱去出任务。即马去，毋知拄着鱼嘛好，嘛是毋知咧，讲起来实在足危险。对不对？以后你就是顺昌的太太，对因一点，你得有一个认真呢。是咱错误，是天怨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。为前程，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来，再讲有人无？好，上车门来，抓转来路口见。是。到这个时阵，你还阁毋肯讲老实话是？我阁问你一下，你讲你一天甲杜大贵约好伫个办公室见面，是安尼一直拢无出现？我唔知啦。这点仔道理你敢拢毋捌信？杜大贵是伫个利用你，伊最主要是伫个试探阮警方是毋是真实要去抓伊。伊甲你约好伫个办公室见面，伊希望阮警方将你抓下来。到时阵伊就用去逍遥法外，这一点你敢袂当了解是？袂啦，阮逐个伊袂对阮安尼啊。你无需要替杜大贵咧做隐瞒。今仔日只要你若甲阮警方合作，我绝对会要求法官对你从轻发落。我明你讲啦，我若讲吼，伊会煞我袂扣啦。这点你做你放心，只要你将杜大贵的罪行讲出来，阮绝对会将杜大贵抓出来。到时阵，阮警方共款会保护着你的安全啊。你讲是诚实的，我会无代志吼。当然，我讲会到做会到。好。小姐，恭喜你，你已经有生啊！囡仔已经3个月哦，但是你免惊啦。一般若是怀第一胎，当者较紧张，我连才叫护士传一寡有关的资料互你看。小姐，你是安怎？你著爱赶紧将这好消息甲恁头家讲呢。伊哦，你搁再考虑看觅，伊敢讲真正要过有报道？我嘛唔知，我规个头壳当就乱呢。我实在毋敢相信，报道这个拢做，竟然会对你遐尔痴情。我知伊对我好，不过
我并无打算要接受伊。那呢，你就将囡仔摕掉，你就会当重新开始你的生活，就亲像我过去同款。算啦，过去的代志，莫搁讲啊。要是，我倒来的囡仔是无辜的。你要想清楚呢。若是你真正要将囡仔留落来，你要家己抚养。别人用啥物款的眼光来看你？阿碧，我嘛毋知，我毋知要安怎。春燕，我真得足欣赏你。你看你即马做好事，很好一日，我咧。你莫想遐多啦。若是你真正要将囡仔生出来，你就应该甲你妈讲。比较我有心，但讲这个囡仔是顺昌啊的。